阿 Ring，由你講講我哋嘅權證以及裁判。好，收到男子70公斤嘅比賽，為我哋執法嘅權證係葉文龍師傅，裁判係黃曉慶師傅、黃榮師傅，以及係袁玉光師傅。有請咁多位。好，咁啊呢場係重啲啦嚇，係男子70公斤嘅賽事。係啦，就係金滿會超級杯嘅賽事嚟㗎。係冇錯，紅方嘅選手係嚟自澳門中華體育會嘅阿揼。嗱，因為呢個係泰文名嚟㗎，阿揼，咁啊應該係冇錯㗎啦。咁啊本身咧都係個教練啊，咁啊其實都係好識聽廣東話嘅泰國人㗎啦，港籍泰人啦已經係。阿氹係好，咁啊南方選手交俾你啊，唐。好，南方嘅拳手係嚟自塞浦路斯 from Cyprus， 宋思傑 Arthur Sunsiski， 嚟自塞浦路斯嘅選手嚇，咁啊換言之就係泰國對塞浦路斯，咁啊又另一番龍爭虎鬥啊！咁啊呢場係70公斤嘅賽事。同樣地係3個回合嘅比賽，3分鐘續賽，1分鐘休息，拳腳爭失都會打齊㗎。換言之，亦都係全泰例。咁啊，其實呢兩個國家我都好少去嘅嚇。咁啊，但係咧玩武術啊、拳擊運動咧，其實就無國界、無膚色嘅嚇。咁啊，亦都好高興嚟到香港，今次支持我哋呢個 The Fight of Fighter，The King of Fighter 啊！咁啊，個造型都好緊要嘅。其實今次我見到好多拳手都啊，好似我哋揸車都話啦，有啲車唔快都要怪㗎嚇。哇！就咁睇塞浦路斯呢個選手宋思傑高成個頭喎。頭先台灣代表咧就啊，佢整個姐輪頭啊，呢個就包晒頭啊。咁啊，包唔包頭都好啦，希望啊，佢哋平時學嘅嘢今日可以發揮到啊。咁啊，其實而家泰拳咧就係即係其實幾流行嘅活動啊，全世界都好盛行啊嚇。雖然啊外國嘅選手咁啊採取嘅方式都係泰式嘅拳嘅方式啊。第一回合。
第一回合結束。哇，堂哥，啊，哇！阿氹啊，第一個回合咧已經係用好多個，即係我哋 boxing 嚟講叫 body shot 啊，打因為佢矮過對方啊嘛，咁啊打對方個腹部啊、腰脅部位啊。所以咧就唔同嘅選手有佢唔同嘅技術啦嚇，咁啊大家可以細心欣賞下㗎嚇。係啦，咁但係宋思傑咧都好犀利喎，以為咧佢受咗幾腳啊，但係佢完全絲毫啦，一啲嘅退讓都冇。佢仲指示阿氹你有本事踢多兩腳啊，話俾佢聽大髀受得腳啊！今日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哋少咗多謝咗一種人啊嚇，就係幫我哋喺台上面咁靚嘅小姐幫我哋舉牌嘅 Round Girl 啊，我哋都俾啲掌聲多謝佢哋啊喂，不如話大家話佢靚唔靚啊？咁樣係咪啊？呢個問題，呢個問題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 手。second 手 ，second 手 ，second 手。我哋 Thumbs up, thank you。係咪佢個國家唔識聽英文嘅塞浦路斯係嘛？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結束。
咁阿湯嗱，其實我又好少睇打空手道啊。咁其實空手道同泰拳嗰個分別大唔大咧？即係我講全接觸。哦，咁都好大啦，因為咧泰拳你睇到啦，佢拳踭腳膝都用齊啦，係咪？埋身都有前鬥啦。咁啊，全接觸空手道咧，佢就因為冇帶護具嘅問題啦，所以唔可以用拳嚟攻擊頭部嘅，亦都唔可以用前鬥嘅。咁但係因為咁樣咧，就個攻擊個頻率啊、節奏就會密好多、快好多咯。咁但係個兇險程度啊，同泰拳都係咁不相上下啦。因為泰拳就任何地方都基本上都打得㗎啦，你可以去得到就打啦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 手。咁啊，今場嘅比賽為我哋執法嘅拳證係葉文龍師傅啊。咁啊，頭先睇佢喺第2回合嘅時候，為咗保障拳手嘅安全啊，有幾個飛撲啊，辛苦晒葉文龍師傅。做拳證有陣時都有個危險程度喺度嘅。係啊，最後一個回合。比賽結束。好，咁啊喺呢個時間咧，亦都麻煩我哋嘅權證啦，亦都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佳哥，就係金碗會超級杯，麻煩佳哥到台上面幫我哋頒獎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由代我哋阿黃秉基師傅宣佈賽果。呢場比賽3位裁判判決一致，3-0係紅方勝。
恭喜晒紅方選手嚟自澳門中華體育會嘅阿揼。亦都多謝我哋嘅頒獎嘉賓佳哥。係冇錯。但係呢個塞浦路斯嘅選手啊，宋思傑咧，都係相當之韌力啊，好夠韌啊！係，亦都打得相當之唔錯啊！咁啊，再有機會可以大家再打過㗎嚇。